對啊，一道。一條條都會好多沙沙沙零嘅所在咁你做佢眼嘅咧，好奇。哎呦，這會問零。就是啦。especially 俾你做係眼，安尼眼。所以你在下邊只噶，我下邊只眼咧，我邊上條手過嚟啊。安尼勁，來看嚟看嚟。等我摸，我情摸嘅即刻影片。你看我情摸包成個殼。大家跳舞嗎？安尼有跳舞？嘢嘅叫呢呢？哎呀，死殺啦喂！哎，殺咗我未記。佢仔幾好難咧，佢仔幾好難。我咪殺我 show 特別 YouTube 已經是 YouTube 嘅人咧，錄掉嘅人亂看到物件咧，嚇特別是before 我咪殺 show 時看到，所以我看到真係特別物件。OK， 咁叫咩？我咪start 我嘅特別確定我講拜拜時都盲行時琴曉就係摸等等。我係真。落雨啦，落雨嘅時，我講落雨有講拜拜咧時，有兩個字 stay 掉嘅。OK， 今次當叫咩 start 先嘅 episode 啦，即係 episode 上面嚇，食錯，係咪？食錯溫度，食錯。食錯嘅溫度 different meaning 咧，咪係冇成係冇成。係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來到嚟邊咧學緊你知博笑聽話啦，我講有潮，你冇講潮真係博，即係呢排咧我哋特別嘅邊個真係字啊，都真係其實個興到個鬧轉啊咯，唔知係咪擺到啊啲吊人講啊個字人嚟呢，即係呢排咧我哋特別嘅邊咧有聲晒 robot 呢怪鼻水，歡迎怪鼻水，好，歡迎聲個 robot 咯，怪鼻水都出聲嚇。怪鼻水啊，你問看嘅呢？伊人講啊，係我 T-shirt 迄個，就無買 T-shirt 嚟，看乜去咧 website 嚟買啊，俾人拍。冇，但係但媽實講，即係攞嚟邊咧學嘅，到時間即係做攞嚟。哦，係邊咧？怪鼻水冇聲喎，特別未必冇條咪嘢，伊聲歹嘢。有可能講嘅，你就特媽定嘅幾禮拜攏聽到咧，幾個數你看下咧，日本佬以後幾隻講未出嚟幾個數。แล้วกวยกิซุย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ภูกิโลกุนอันก็ภูกิโลกุนแล้วก็หันเอกูภูกิโลกุนเอกูหมอตึงหมอตึงแล้วก็ญี่ปุ่นเราอีเราเจ้าญี่ปุ่นเราอี歡迎。ญี่ปุ่นเราอีเกี่ยวเลยเกี่ยวจอยเราต้องกินเหรอแล้วก็ You need a bit training。แล้วก็ญี่ปุ่นอีสมัยกับจัมพูเต歡迎กับจัมพูเต Hello。แล้วก็โอชิวบอย Hello。แล้วก็หลังลำ歡迎ลำ Hello，大家好。大家好，其實都做緊哦。叫咩寶？叫咩寶 ？OK。แล้วก็老椒毛毛唔是毛毛菇，我想到毛毛菇就叫毛毛菇。阿龍歡迎阿龍。Hello。แล้วก็ว่าเราใน Skype ฮับเป็นเราเจ้าตลับเท้า歡迎冇聲嘢啊ตลับเท้า啊歡迎哦哈我รู้ไม่เดียวสุดแล้วก็ว่าใน新疆บ่รู้ก็嚟參加ว่าเรา即係บ่係叫做咩嚇七色別歡迎七色別七色別頭一條我未รู้這條有見嘅七色別รู้幾色嘅真係識哦。你是做咩嘅我 test 下係咪嘅？你是做咩嘅我 test 你 feed 下唔是啊，唔是，佢自己做咩嘅我 test feed 人家冇嚟啊，做咩有一間，做咩嘅我 help 我 test 我 feed 啲Google Plus 嘅嘢啊，你紅線哦，佢紅線哦，還是你買往你吹啫？哦，我係買我吹啊，我睇你穿開時你紅吹了嚇，特別你識嘅，你識嘅黑滾就冇得呀，然後 OK， 我未รู้幾識。哇，真係食啊！嚇，佢食咧就係啦，俾露娜係七色別喺入面做12色嘅嘛，有一個嚇，CI 是幾色啊？I think 是我估計嘅是36色。36色，哇！攞餅。哇，有人啊！好攞餅。有類咯，人家36件。你面嚟嗲，我隻朋友72色嗰個啊，不是好嘅人咧，呢啲 T 啊，但係呢個開者試過就係演起來個攞賺咧，你開起來咧。嚇，條啊，成講我36色。你36色，好諗票露娜。係咪嘅？露娜票啊？
兩個字啊，係種禁食嘅禁食嘅。誒咁食 Fibercaster 咩？喂，其他是你那唔是禁食，你那是藍色嘅，藍色咧硬食嘅邊嘅嘛？小英指定準嘅。啊，升轉嘅，喂，一其實是過年哦，你那是過年嚟嘛？你指定準。我未記下面我就係禁食嘅，然後禁食。誒，你有冇面對人家聽到吹到邊啲好勁嘅啲？我小弟介紹啊。我小弟介紹，那個咧是 word of mouth 就有這裡吹嘢。對啊。吹嘢咯，咁吹字嘅。那邊咧好勁，那是吹嘢字，吹嘢字。我就發啦。那邊咧是吹嘢字，邊咧好勁，成日咧是用吹介紹，成日咧吹掉物件好食事，就會介紹人，係咯。當我哋聽到邊咧好勁節目咧嚇，但是講你把你先聽到，你就有興趣聽嚟講，你就俾佢介紹你朋友啊，介紹你兄弟姊妹，你父啊，你直白啊，你斜五啊，咁樣咯。OK，我哋聽唔到，我哋關心嘅 Vivi 爸爸大佬，係咪啊？哦，Vivi 我媽下掉。Vivi 爸爸出嚟，當劍出嚟啦，當聽到這事已經出嚟啦。Vivi 有啦，我特別知道計。你俾佢聽話咯，咪佢嘅人 Q 又知啊，冇 control 嘅呢。一路咁咪。有咩是 BB 啊？係咪？哦，伊打蛇刷，打招，打蛇招，有條刮蛋冇打咯，你其實靠隻鬼就驚咯。伊若是車牌是差唔多知道，冇打了，就是我冇電咯。別使亂估價了伊。阿面見諗，伊別使亂估價了。嚇，別使亂估價嚇。未使食油未使食。或者人來是半條長衫呢，咯，佢哋。冇 filter 了，伊冇 filter 去了。冇特別鬧啊嚇。你 OK， 我俾講，Vivi 爸爸有啦，我有WhatsApp 嘅時候計講嘛，即係我去聽啊，定啲事。頭新去啊！是哦，แล้วล่ะในขังคอหวานเจียแล้ว我ไป講咩啊？咁樣咧即係話，不，即係你到咯，到測試表你到，你到新加坡。你到新加坡，你定到邊個時到自己嘅邊？我愛淡嗰邊咯。我愛淡嘅 OK。你去新加坡多久啊？喂，我位所在咧。你就摸等等你地頭。你不覺嚇？你不摸等等，點解你到馬來西亞是摸本等嘅咩？冇啦，mana有等。有等有地咯 ，depend on show 啦。哦，你前面係咪？成個位頭毛，成個我 keep 住你下，位公司學我錄嘢咋？哦，有 contract 嘅咯，就是講你別使交頭毛咯。哦 ，OK， แล้ว你 contract 差唔多ไปแล้ว啦，你就冇得講俾部門咩？部門。其實是愛聊，特別 continue 嘅計。哦，別見你計拖下慣就冇啦，計見你摸啲嚟等。有啦，我計講條件，小意。你哇，頭毛咧到底是隻惡豆喺等嘅。過意咯。讓得講啊，講。特別頭毛過頂一下，個碟毛特別定當扣啊呢。哦，你哋 contract 啦，明唔明啊？做錯事特別扣。就是扣個了啊？stay 呢？扣個了。扣個了。冇穿。你比較大生出來是？你有就是個大。邊度生出來是？你就講你個大物件，我冇解咋，我就正經人嘅。你正你搏啊佬！你咪佢就講你吉哩吉哩物件冇解，我就正經嘅。個你字埋面都仔啊啦，正經。你是正經，王正間了是 virgin 啊。大哥。OK， 嚟講到 virgin 嚇，你到新加坡。你到新加坡落去睇食邊？哇，6年一嘅。你去嗰邊做工係實際？去嗰邊做工咯。你現在就錢我聽你先。然後騙人嘅啊。騙人嘅。一下下查某婆啊你講。一下下查某婆啊？你查某婆冇嚟代替咯。你小弟介紹你後你講。我小弟介紹啊。你小弟冇嚟講嘅。唔就係講嘢嚟講嘅估部佢哋出嚟嘅。咁樣唔捌嚟過啦。伊唔捌嚟過，可能做工無用啊。哦，伊是到新加坡本還是到啲邊嚟？伊到啲邊嚟。到邊嚟。
安尼你招伊啦，招伊或者起來講啊，我特別感謝伊，特別開始入咪咕，你介紹。我舊介紹朋友聽日本咧，哦，咁謝好影響啊。哦，你 promoter 啦，你是話邊啲學嘅 promoter，你真係聽邊啲學嘅直播喺度上成步嘅呀，嗰個上 conditioner 啊，我咪講下。伊唔是邊咧，伊唔是邊咧學嘅 promoter，是邊咧學嘅介紹人。我咪學人看即咪咕，我係咪咕，頂到嘅時咯，係即是老椒嘅時啊，即國產唔知嚟見，我諗金杜尼嘅時咯，叫金杜尼。金杜尼是阿龍來啊嚇，有啊，我叫我看到啲小英，阿龍嘅少年。你去啊，咱學啲紅古龜做啲咪咕機剪嘅你叫。我看到。QV 咯嘛，我看這是咪咕啦，特別是機剪嘅，就是紅古龜。我都少過呢菇啊，你咪菇啊，裝。係咯，我播嚟我係到底我紅光道嘅後尾。即是邊兩學嘅，即是話邊兩嘅 shrine 嚟，你都咪看啲 cable 啦，並定名機嘅，即係正是話邊兩學嘅 shrine 啦，我邊兩學嘅尺啦，我係啲紅菇印啦，我係紅菇阿邊係啲杜蘭啦，咁咪嘅，咁啦，我成日到這邊嘅，我紅光道，咁這邊對邊冇正，然後即是話係出邊哦，อันนี้前年嗰個大漢嘅水我冇照食嗰關。特別冇用啦，我嘅係燒掉它煲呢。OK， 接嚟講，最人食錯，袂即個食錯，最袂。你是怎？曱甴。哦，曱甴冇地。你冇俾啲食啊？對邊個嘅事就不留意。佢個嚟俾人俾曉。我俾呢個小盧嗬。哎呀。你使去邊兩百件條睇咩啊？未曉嗬，唔知咯，就講。我就講 already， 我就講你樣 offer 了，唔算話冇備了。嗰陣美國當然啦特別你特別有，你那是有馬來西亞嘅銀行嘅 transfer 你都會咯，特別你特別 pick up 呐，你特別馬來西亞嘅寄去馬來西亞咯，但是你被 pick up 嚟講嗰個銀行，但是講你短期啊，是個爭啊，短期就爭。對邊兩嘅時候，你使一頭行接邊兩百位俾你。不要緊 ，on time for round two。round two 出新嘅 model。冇出新 model 個當然有個去個有啊。limited edition 即係應該有冇啊？個人講。愛情到日本。因為 limited edition 比較耐啲個比了。我真係數，就是一隻人使日本留言啊，可能。你想講咪單？我單隻全部，即係是我冇得，即係成個邊咧學鑑定到做過，你傾10年嘅紀念嘅事，到底邊咧擺show是做10年啦。人民等個第10個年是個做，佢哋我是我是冇機會佢得做嘅，所以人冇面嘅咩快手咩嘢嘢，人咪買 T-shirt 咩去買 T-shirt，OK？ 如果我未了解就算了，咱別差唔多一半嘢，咱嘅。所以讓那是咩讓冇把它冇個在印咧，個人講這啲嘢，了啊都是了啊 ，limited edition。我未係冇阿你咪紅菇，你未咪菇啊？咁啊，你冇俾我冇做啊，把它話 baby 一班嘅去，一班去。OK， 來講到對隻錯事，隻錯。我應該叫你毛毛菇嚟，咁毛毛菇是比較隻錯啦。我 so far 我就冇，但係後雕講咗隻錯嘅溫度，攞嚟有 different meaning 嘅嗬，互相意思啊。你講錯嘅偏溫度嘅等。溫度是溫度而家就是jealous咗，我就溫度。我感覺隻錯是不偏嘅。我感覺溫度嘅毒嗬，隻錯冇嗬。隻錯。譬如講食菜嘅話咧，就是你去搭個朋友，加另外一個查某一年，你看到咁兩兩藤椒啊，嗰時啊，搭鏡頭啊，你先嚟俾錢得勤呵，你咪佢食菜咯。你定價講有可能是無數嘅咋，你都就食菜咯。咁你係講，你你係一個查某嘅朋友，一家伙好硬好嘅人嚟嘅，你看到伊咧，你唔敢運，嚇你唔對白，呢啲叫做運動。溫度after 有可能是報銷嘅個數嚇。溫度你嚟會報銷，一杯係你咧一吉多會讀隻錯俾人讀。
就錯埋死晒報銷嘅。溫度變溫少啊！溫度一個吉篤啊，溫度加響，溫度加響。加響吉篤嚇。溫度佢後就變溫少啊，溫少佢都差唔多啦。誒，因為蘑菇是隻菜嗰時溫度咧。隻菜，食錯，一時食錯，溫度，一隻錯。一隻錯，後面咪咁嘅字啊！你點解諗到講咩？諗講大聲冇？哦，我講溫度了，佢後就是溫少。嗯，溫少了。溫少啊，佢後就愛報少咯。哦。有咧，唔是雲少，有咧是超變好，伊雲少都看袂出嘅，超變好嘅，嗰啲變整伊超嘅，一個頂啊，伊後背落來是都死啊，係啊，都唔知咩係。幫杜尖咯，一幫杜尖好咯。即係唔是中我時貴州有發生嘅咩？我中我人食錯咗係咩嘅？人食錯啊，我係 bag 咯，我係 bag 是俾 camera bag 人食錯咧啊。哦。定當我坐迄個 bus 嘛，迄個 bus 等緊 bus 是bus 過來了，伊在把幾那個等嘅迄個合成嘅嘛，我是讀英語嘅，然後又在迄個咩協和嘅啊，有在迄個平華嘅啊，中我，然後我定當時。我做個比較好嘅 bag 嘛，是講較貴啦。你比較好嘅 bag，一個 bag 就600幾塊咯，就係你 camera 嘅 bag。因為我斜只隻嘛，我嗰隻係只斜嘛，我嗰咧斜坐廿個凳嘅咯，廿堆嘅。然後係你我廿款 bag 啊，真係好賣，然後係你適合查某啊，像講因為我坐拜過時啦。因為特禮拜個人，因為把有在恁適合嘅嚟查某嘅，然後想講我唔捌樣咯，你做啲又會講我派話嘅咯，我完全唔捌。你講你派話，你講啊，即個行嘢啊，係咪啊？也好嘅 bag 啦，也 cam 人嘅 cam 嘅 bag 咯，然後係咪？然後你做好啲起紅啲咧就，阿連嘅咧嗬，呢條點會做好啲起紅啊？那個，แล้ว我先講啦，แล้วไอ้สิว่าขี่ว่าโอ้ตำปูฉัน講ตำปูขี่紅นะแล้วขี่紅แล้วอี個講係กู講啊，อี行嘢冇打爬彎嘅啦，面看咯。咩？查某阮家都叫你爬伊查某啊？哇！我這好聊嘅查某，你嚟嘅騎下都係咁講，伊當係。我哋嘅騎下都係拔刀講下，攞拔刀啊，有時 IQ 邊啊盲嚟除話，即係好似係當冇嘅，定當時。哦，了，等陣了你，我俾梅花浪做嘅嘢啦要少咁而家差唔多，冇咪掉來啊！掉，哇！我個仔乜時候掉你面啊？掉，冇事掉咩？掉，因為當然我就錯我俾梅浪看女人咧，你先講人有拍拖過人，有愛情人，有是紅毛嘅人啦，女人。感覺條人家己是夠食錯人咧，還是無夠食錯人？成個夠食錯人咧，就是想蘑菇咧。無夠食錯人，就是成個玩嘅食很好，讓啥想講安針條路嘅。你人講下？我覺得是，你是所以個細漢時候，加中學時有食錯。你當然大漢了冇啊！你 confident 啊，咱大漢了，就叫 confident 了，比較食錯嘢啦。定當我先拍拖嘅時，就會食錯。拍拖過一陣咧嚇 steady 啊，就變會呢個。我咪就係我諗答波食錯吉凳，還是查某食錯？查某食錯吉凳嘛。你別講啊，你會蘑菇看蘑菇食錯凳啊！蘑菇幾那關啊一錯。แล้ว特別講啊，看個人嚇，你人講人個嘢咯，然後成日講你看到你紅包是你哋大部分。但我講我係 case 啦，我感覺啦，
我是無咪會食錯，我無咪 feel 到講是食錯，until 人來幫開好啊。但講我聽你特登我又 feel 講我哋去學我哋食錯。因為人無講聽我試吧，我未 feel 到。但係是無咪叫食錯人咯，是人碟人。人講掉，人講依個你知唔知？你知呢？安尼開我 start 得去學我變食錯。人無點聽我未。別人影響啦，別人影響。到蒙查查呢，可能無咩，無想是咩？無嘅嘛，無關咗呢，可能我特別人幫開學話呢，我就去啊呢。แล้วจะถอดได้หนังตัวแต่ปังแล้วก็เป็นวันต่อจุกวันต่อวัน少報วัน少แล้ว阿龍走去啊，我唔明啦。啊，這裡咧冇等等，比較食錯。食錯未食錯啦，即係食錯咧。就你成日咁樣看啊，成日食錯人咯，你夠食錯人咯。無完全是無可能，食錯個溫度到底，我會真正內邊是真正感覺出現嘅問題，有可能是我嘅家庭嘅問題啦，我感覺。安怎？因為我細時我嘛就 train 我講你愛蝦米物件，你都要家己做咯，你都要家己骨力咯。你無骨力，你無做，你食錯你溫度本是抗嘅嘛？但是講你隔離人拍拖啦，你兩隻人拍拖咧是你看到個同佢個口會去8個箍啦，你係去8個箍咧是你嚟殺掉先，哎呦，日床喺度去8個箍。我咪是去8個箍咯，要在條橋咪是在條橋喎。你邊嚟殺掉講日床咧？橋咪見。起碼見到我個人隨邊個好嘅咧。confident 咯，啲冇等先啦 ，confident 咯，而家就 confident 啦。都未 confident，阿寶教你講類似嘅，教你講。either is confident or either 伊無夠呀 love enough。嗱，如果伊真 love 嘅人啊，伊袂安尼 easy 講，去咯，心聽。我教你講咧。日本寶學呢名叫咩？潘老姨。Sorry， 日本寶上日本老一個嚟講啊，有一陣時，睇條路線咪，要用聲哪個嚟㗎？我接落嚟啊！喂，看伊，哎呀個保安工啊！我接落嚟，我到底因為我嚟韓國之前嚇 ，of course 我係 family 嘅之前啊，我嚟之前我已經是因為我係家庭講。我一類本咪用，我出來類，我還未本好，我就要自己做出來咯。所以我到時我來時，我看到我古早時我看到人，最數安尼教讀冊，最尾數樣做物件，學堂就暑假嘅啫哦，先生就暑假。然後問題是我當時我讀嘅學堂，我係中學嗬，我係先生，我係加了嘅，我係環境啊，無支持我係做物件。所以我未今日到溫度，本未講去今日就講食錯咯。但係我今日就講，我都未去做開成功出來。所以先是我參做戲嘅時，其實我有真濟我係4年啊，兩隻冇暑假。然後第二，然後嗰陣時我都唔知做乜嘢冇暑假。然後我會希望講，人係教我講，我有做下面唔對，因為我想愛進步。所以我就講，我就因為佢講，有時陣我哋要愛做一邊樣個好，我哋愛成為一個有一隻真正到底一個表演藝術真成功嘅人。所以嗰一度是，我就一度學我一個力咯，要學一個力，佢哋去做我愛做物件出來。那到尾時我才發現到，其實迄個當時迄個暫時無暑假我嘅人啊，溫度我嘅人啊，唔講溫度啊。無暑假我嘅人是因為人無夠迄個 knowledge 啊去教我，那種人教迄個 knowledge 去教我嚟講啦，人都無需要做安尼一無好嘅物件，到底我係辛苦啊咁樣。特別我每嗰時你成日你拍拖嘅時候就種溫度，溫度你就錯。那些你可能你看成日咯，你看那些你心聽甲食錯無相㗎。無相，但係無相。聽甲，但係那時個日本人講下，你講你有陣時你看了你食錯，咱講食錯係少少嘅物件食錯，你看到那除非
I mean，你看到你大部朋友是啲啱嘅事啲噃，你看到你唔知到底個口佢哋一起吹別人嘅事，你先我嗰時聽咯，了聽啦，你聽咧，特別你愛知伊是撇卡，嗰是三隻去吹朋友，你愛知你是對象嚟嘅。你 another thing 是，你相信伊，你會相信，係講咱相信即個人啦，咱感覺了。咱 before 咱食錯，有可能是伊有 something 伊特別去做，咱嚟腦買小間嘅毒頭先，所以咱免呢快食錯，對唔對？咱若講如果相信伊呢，你看到有落咧啊，是咧，了，你自己去想咧，你 it shows that 你無夠相信伊嘅故事啦，understand？所以所以無呢快食錯啦，你 unless 你看到咧，你有看到啦嘛，對，你白雲啦嘛，你若講幾部錢學三部啲嚟。幫查幫開，直講，一開直倒，明明無去航本，可能講嗰邊，有可能咯，有可能，慢慢來，嗰邊食錯，對哦，你食錯都嘅講，但係都幫查幫開起來，慢慢來，按度咧，按度啦，來啊，為運少咧，為除落，按咗佢報少咧，來啊啦，一步人一讀啦你，鬧啊，未使何人，直幫查幫開。你都係 think positive。應講做堂課做，咱但係問題我一來我就是安尼喎，就好。是啦，人咧就係講，到時when你拄到一個你真一愛嘅人，真呢，反會等你會接得你去招你第制去落了就。日本留意我未都看，我未都看。有可能你日本留意，有可能我接受者，有可能我接受者嫌招嘅所講掉。即個買嘢。我今冇定正實吧，日本留意我未都看，而且可能是你驚你一人，就算咩事發生，唔是係個數，唔係個數，咱是講啦，咱number one啦，咱頭咱真係相信伊嘛，你無可能做安尼款嘅物件會人啦，對。所以伊本咱看到迄個人，伊家咩，咱無去想甲安怎毒甲安怎安 negative 嘅物件，咱無想嘅，你 understand 咯？咱想講 positive 嘅物件個了，咱想 positive 嘅物件個了。咱若是講第三者入來，個叫咱魚仔餅幫茶幫開，有安尼啦，有安尼可能是安尼有咧。咱個講受濟了啊，咱魚仔，咱人是安尼，咱好嘅物件咱無咩愛聽，你相信咯？人講歹物件，咱真正驚聽，你注意到？對。一聽久了啊，咱腦家己個變歹去啊，無明無歹，頭是無歹，可能去講就直講，但係直講啊，咱腦家驚聽你歹物件，講就講嘅，腦就聽呢，心肝就想了。安尼安尼意思咯。是人啦 ，human nature 啦，那是。human nature 啦。Yeah, what the mind think 啊，the heart will do 啊。特別咱講迄個，咱無想嘅。我覺得無相嘅，係你 perspective 啦。你如果 react 嘅程度冇咩像咯。特別我會每樣嘅就是講，let's say 講你拄到嘅是let's say 講你拄到一件成個講你愛真愛，你甲伊行還是甲伊拍拖，只交往10幾年啊。然後有一日時，因為另外一個人變心咯，伊要走了。แล้ว你按照看法是安怎咧？心痛是心痛啦，特別你看法是安怎？你感覺到？這裡阿陣我講這裡啦。若是講你講緊嘅久了，你感覺自己變心啊？人啊，無講24點鐘變心嘅。Before 伊變心，要真一隻 sign 互你看，真一隻無能嘅，你家己會 feel 到了嘅。Something wrong， 無伊路無咩對路了嘅，你就伊無講日本老伊啊，等下，你問你講啊，我捌拄過一曲啦，伊變心變到你唔知啊，伊是迄種慣手來啊，教數啊，甲你講。是啦，就講按開慣手本啦。對啦，安尼可能慣手本啊，無講100里大面啊，有90年呢，100里大面可能。有可能是我衰咯，無擺紅光嘅事去拄掉。擺人講是有擺小無夠金紙嘅事，有事。無啦，無去善道啦，無去講七里花，無去講七里花啲鬼水。都要愛髒話水咋呀？髒話水嚇，去善道啫。到時啊，你衰掉無髒話水，有事啊事。我因為成伊個厲害噶，上擺伊個。有呀，對。伊啲個頭隻啦，頭隻。伊頭隻我都唔知。頭隻嗰上擺伊個
掛別伊個叫做咩？伊個甲伊做條條伊個朋友伊個愛人。對，伊是去頭隻就伊甲我朋友是伊頭隻喺度，我朋友頭唔知講伊有頭隻，伊想是成個嘛，我呢知後尾是甲我就講伊是個較頭隻咋，特別伊家己做大唔知，伊到底個較頭隻完全唔知。你係是普通話係個較勁，你知我係唔知哦。伊頭隻，了伊頭隻甲伊甲伊嘅朋友白頭隻。就是講伊會驚啦，我唔捌你啦，明白個？OK，let's say 我係細，我叫 A 咯，伊係細叫 B 咯，B 細嘅朋友甲咱白頭隻 ，OK，了伊隻甲我嘅朋友唔知講伊是有 relationship 嘅，你知啊？你嗰樣是伊個在條到底我嘅面前 show 條講樣是 clear。關手就是，關手哦，我朋友就是，因為我朋友真厲害嘅，是不是？伊去 trace， 伊互我看伊嘅 post 嘅效應，到底倒落位啊？吼，伊去 trace 講安怎伊到底甲一看嘅人做誒？你去 trace 效應，伊看到底伊驚，伊就到底就把伊驚 mirror 嘅 reflection 變啊，看後尾看他們物件，咧看到另外一條效應，實喺指隻，伊是伊厲害，伊家會去對伊去 check 伊嘅厝嘅，伊去 check 伊車嘅家人，看他咩人嘅名，佢咪佢咧 check 咗，我覺得伊笑噶嚇，等我別使講就日本啦，一百人嘅物件嗬，就是伊笑噶，伊只百里位只有名，成日到啲。那到底是嚟教會為只有名，就一只正情線就好啊，咩物件啦。OK。啲黑兵為只出名嘅咋，特別。OK。大頭隻啦，頭尾加冇人知。哎呦，你唔是關照，你係你是神啊咯，硬講啊。然後就係拄到我朋友。特別咧講到啲隻錯咯，講到隻錯，特別路拉山嗬。你往時舊嘅喺你地步先嗬，我是垃圾人啦。你是舊嘅喺你地步，你唔是講你愛本無落用啊，還是就是本很短，對唔對？對。你成日你會燒到一人，你未燒到一線本咧，係少垃圾。哎呦，舊家陣時打開自閉位啊！OK， 咱講較少嘅隻錯物件。少食錯物。你講少食錯物，想客觀嘅人啊，你看樣你打波一錯加3-4厘波，一唔係食錯咩？你本來應該。哎呦，免啊，少會食錯古早位嘛，細漢嘅事啊，你真係勁哦。嚇種啊嚇，一支萬山啊，買到個水嘅菜都會燒到食錯咯。買菜不能食錯啊！一老一樣勁啊！一ăn咗就錯咗，一杯菜先，我杯菜先，你真係古當時。你有冇笑咩？你仲攞你搞笑誒？這裡萬山我知。萬山我知，冇萬山啊！咱捌伊看到本，若是咱去買嘅時啊，你看伊別嚟安弟來啊，伊講佢哋賣菜啦。誒，大媽你開5張，啊，咪數好我1張呢？安尼講佢哋反正一隻頭。冇啊，因為5張1張標緊。伊講啊苗仔哦，因為菜嘛是，你知古早菜是唔是水見嘅嘛，水條嘅嘛，咱細漢嘅是。長嚟勁嚇。啊，最憎嘅呢，然後買嘅時候，但是留意特別講，其實我一憎啊，嗰時嫌條件嘅時候，到穿你夠烈咁波呢，要做什麼嘅？你鬼這個頭人都冇嫌條件，你鬼一句標出嚟講，最少都係嫌條件，冇係嫌條件呢，因為笑咩喎？真係可憐呢！你一咩嗬，一咩啊嗬，你傻咯，你個別兩個別，哦，是都得個仔咩？嘢continue 嘅時候，要 episode 1、episode 2嘅，真係好聊呢。我講你聽啦，唔知即唔是食錯啦，特別即是關事啦。點解我係罵喺我冇聊嚇？你去買萬山，還是去買物件？
一部插一扮嘢是一句啊，因為就會講嘅啫。一直就講，哇！你看扮嘢啊，特是每你有你人住人有，你看人有，這裡是按照講啊，軍事因為查某佢特別講一句話。你個扮嘢啊，你水甲劍啊，你水甲劍，軍事特你個啦，冇啦，有可能我嘛是做生意嘅時候，所以伊袂安尼咯，伊袂講水甲劍。哦，哈。但係伊會 request 講，就是講let's say 成個伊做生意嘅嘛，伊特別就唔俾較濟，老實講。แล้ว特別要緊咧過年過節來送物件過來，你無送花嘅你了啊咪？你無送花拿過來，明年你咪笑我，嗰陣甲你日頭嘅人。食錯我係買過個大手，我甲你講。食錯，你是食錯。哇！你送下一大人對 hamburger 無連拿無送我。冇啦，伊袂講啦，伊講你無來拜年咩？冇咧，迄個是想講，迄個是 respect，迄個是想講，伊看到你，伊背你嘅成理，伊夠做緊啲物件，所以看到會起。呀，你問講嘅，無曉，你關你小小咧，無腦呀。你一隻無腦嘅，咁無腦嘅死啊！咁講。大啦，大。你見到細細行嘅都未有食錯。講俾話只水晒，冇吞水晒，食錯。對咯，你知咪食食錯。是咯，第一人扮都有食錯嘅。咩俾人怕？哇！你講咩人怕？你講咩俾人怕會食錯？你咩人假？咩人假？我咩俾人怕？咩人講咩？食錯這是人嘅突然嘅reaction 嚟，點是覺得人會食錯嘅 ？Human nature 嚟是啊，人覺得人會食錯。阿龍夠食錯，人咯是誰？John，sorry，John，我被走咧嚇，伊家愛困啊，所以佢走咧。OK，嚇，我冇走啊。OK，拜拜。我扮隻個仔again。OK，拜拜。Thank you 啊 ，everyone。拜拜。OK，拜拜。拜。阿龍你夠食錯，阿龍。我當今真係未食錯咯。尤其是我嚟，你鬧我個食錯食嚟做你，因為較少咧濟啦。我而家咧嗬，較少咧點先是真正夠食錯嘅。特別我食錯咧，我唔是可能看你款啊，我係燒啲個機會啊，我真正咁講嘅。咁我想你講嘅係啱嘅咯。你條咧往時 damage 你嘅 friendship， 你嘅係咪嘅啦？對。所以當時我完全變嘅款喺度。你 compare 佢，你比佢做咩事定到？你是唔是講 confidence？你講有可能嘅事。有關係。我感覺到，但是我感覺到我自己就係唔係比未起人㗎。真心。係咯。第二件事我同你講啦，我真係 shallow 嘅。我看人嘅款，即係人講，我看人嘅面嘅，看人嘅款嘅。所以有時我比如講嗬，你冇夾人出嚟結婚啊，是因為人生得冇好看。我唔想成日呢種，我自己唔是人道嘅，特別我係按翻經我朋友介紹朋友我你話講話，你冇咩一個人講話嘅。其實老實講啦，係你咁寫啦，十幾年前啊，我是因為對方唔是講真係人道，對方唔是講真好看，我就變咗對伊冇興趣咧我就冇一個人講話咧，我真係派款嘅。我個仔我定當邊咧學件曬試過人道嗬。喂，見到頭啲寫時，喂，叫我頭啲寫時，我同你講話嘛，你做你銀幕 online 點寫，我就唔條路咧嘛，我哋 iPad，你當時話你俾 iPod 嘛，頭先都條 iPad 喺裏邊嘅嘛，係咯，我嗰時實際見邊咧，係咯，佢到一個邊咧嘅打波做一個叫做 online 嘅 English podcast，我聽咧佢又佢啲時候，應該我是條路嘅嘛。定打落唔晒啊！定打，我唔使我嚟講述。有，關於我叫曖昧嚇，我冇叫。我曖昧過嘅。曖昧。
特別阿咗唔知時，我家己曖昧。特別伊曖昧，特別我曖昧。別啦，查某兩個都得做係咪？磨豆腐咯，嘢geli咯，加魯班，伊使做就補出來本身就係磨豆腐呢。嚇磨豆腐做就補啦。你把你看到我 screen 嚟看到啊？對喎，佢真係啊，已經斜邊嘅。即係咧，哎呀，我做磨豆腐補啊，你看。斜邊嚟啊喎！你但係對面有一個 camera on 就 off 嘅啊。我背。你第開冚。嗰個。冚聲。有一個 button 嘅嘛，button camera on กับ off。on off。到底啊？我個。誒，先將來，等陣啦，冇等，自己呢邊咩？誒，喂，咁樣係超，但係個雜包攞跳。啊！誒，冇聲喎，你差唔多坑係。一頭字牌，呢個唔要緊，慢慢吐。我聽。我計。啊，你一個公司啫，然後吐到坑。你去你 hang out 嘅頂面啊，你 hang out 頂面有一陣 changes 換一 setting 去無相嘅 input。你聽到我聽，我看到你聽到我，你去頂面有啊，你看到你冚電話你硬嘅有啊，你頂面邊有隻 setting 時啊，你第你就一下你顧起來咧，嚇你，第你顧起來，你顧起來咧 input in 嘅是可以換去你嘅 built-in 嘅 microphone 係咩？是你無相嘅麥，調下，有我，你先嚇。Hello。啊，要。所以我想了。哦，你好，你下次見怪別水個對啊，怪別水是有聲特別聲刷。唔是啊，冇個 contact。唔是你聲刷，你 connection 嘅刷，你把自己聽到對嘅 episode 時就知啊。啊，咁你聲特別呢嚇？你係咪電話？你用電話怪別水？電話應該加你嘛，應該加明嘛。嚇，電話你用係咪 connection？冇啊。怪別水你用係咪？我用 tap。你用係咪 tap？ Cap 係咩？用 Android 啊。哦。TAB cat。用 tablet。哦 tablet 啊。Yes。哦，你 tablet 係咩票嘅？冇上面。Samsung，部嘢係 Samsung。哦，背好笑喎！你跟住你平常。你去看。Hello。吐啫。OK，嚟到底每啲新疆，你咩哪人？誒，冇聲嘅。聽冇啊！冇聲嘅喎，點解冇聲啫嘛 ？Hello。啊，有啊嚇。Hi。你叫咩名 ？Hi。你名咩名 ？Hello。你聽唔到人呀？你成時聽到話咧講氣球，講你名就咩？聽到氣球聽唔到咧。啊，你名咩名？講你名咩名？有歌。另外一個係咩？另外一個你住嚟。唔是，我是香港的話，你香港邊是啥物？無人講我邊啊？誒，我無人講你邊啊？無上人，香港是別人來，本來無上人，講你講無上人別怪你個無聲，啊啦 ，OK， 香港介紹香港先，香港歡迎香港。香港嘅是特別人覺得你攞你特別就唔是香港嚟，香港你是等每他佢剛剛係嘛妹啫，你其實香港你其實開掉，其實出嚟邊啲學嘅13年前，你正啊，你個冇嚟學手嚟啊？嚇，保護咯。哦，保護當然你保護咧。冇血，一個尋血啫，一個或者攞嚟血。
香港你哇，你前幾天你當然特別哪個是特別？唔是到夏威夷。哦，到夏威夷哦，別有啲點先冇下水。哦。哦，誒，但係我去夏威夷除咗到隻 island。會使，哇好，Honolulu。哇好啊，哦，哎呀貴哦。貴啊！我特別嚟除咗。多啲邊個是嗰邊讀冊，嗰時做工。做工。哦，做工做咗幾年啊？真幾年啊！你是除掉邊啲學件事已經到啲夏威夷啊？嚇是咯，嚟夏威夷咯，除掉。哦，即係上個啦。巴斯哥啦是係 episode。哦，巴斯哥啦 episode 就聽起。哦，哇！歡迎咯，真感動咯。有你是唔是特別平常時未曉訂，然後即係表訂嗰部血。哦，當叫血一個月跳訂啊，搞啊，特你咪特別都嚟參加咯，聽我人講。誒，我俾阿龍噶，日本留意嘛，一兩次。我是人嘅 fans 嚟。哦，哇，阿龍 fans 哦。哦 fans 有送嗰個 fans，唔知我有 fans 哦。你都冇看到你我咁你咪做生嘅嗰個。我就係你自擺行嗰啲大，都是你自擺行嗰啲大。你隻錯我就唔見，攞係隻錯。冇乜個叫過。你自己有隻錯，哦，即係你摸等隻錯一下，覺得。我係隻錯，要揾到。我係冇用過嘅，一個你講。冇用。是我包到 plastic 嘅嚇。唔是 plastic。係咪？嗰啲更超嘅會出嚟個。嗰啲豆豆㗎。你點啊？坑接行咯。under process。OK，等陣我去另外一個先招。另外一個先招冇聲過，特別依個你用下面啊，每你看氣球啊，你用掉另外一個先招就大包就十蚊嚇。你當然到啲合併嘅位下，用掉 computer 還是用手啊？唔係，用掉 computer 用手電，手機用laptop 用 laptop，OK， 你嘅 laptop 你拆掉，即係出面啊，但係頭นั้น啊，你拆掉誒，你係咪是唔是 Apple computer 還是 Windows？ 蘋果還是 Windows 誒 ，OK，Windows 誒，你聽到你 headphone 是，你會使用 built-in 嘅 microphone 咯，當然你去看你 setting 嘅頂面嚟啊，佢 input 會是 set 到係咪？你Hangout 嚇對，你 technical support 喺邊啊？你 Hangout 頂面 setting 位啊，你訂看咧，伊咪是 camera 是係咪？然後你 input 上面 output 上面咯，你 input 嘅中央一個時候係咩？built-in microphone 咯，還是白嚟？你使 click， 你一看白嚟 option 看好先啊！等看看啦，再看啦，自己成功時都俾佢白人講啊！我，聽到能夠講師姐，你話梗係親嘅咯。Brother and sister 應該。Brother and sister 啊，還是阿婆唔知啊？我咪看人講成，冇聲過。學你 input 嘅換掉咯。ที่บูธอ่ะคิดว่าบุษย์ screen เนี่ยมี setting เนี่ยมี TikTok อ่ะฮะแล้วให้做掉是出聲講講，แล้ว冇嚟講你特別英文就試下抓咯。嗱，你錢應該是安加波啦，我可能是唔是安加波？當就係你頭安加波嚇啦，安尼錢句，講到底係俾我跨邊是特別靚嘅呀，是得咯。可以啊。ยังเป็นอ่ะ唔ใช่ยังเกิดไม่มีอ่ะฮะ唔是我哋小二我唔知你講面啦幾啲個新加坡你是新加坡人是เป็นแรงหลังเขาจะเป็นแรงหลังสิงคโปร์เราไม่聽啦เป็นแรง話本來ไม่得罪咧新加坡聽就咁就攞自己哇當佢出名啊你看試啊攞白打冇買人講比賽未參加咯冇買咩參加一自己做啊yang agak bangsa jual siapa jual bihu tiap ah. Hah? 哇！
叉粿條 from 邊咧？哦，伊名做叉粿條，แล้วรู้名叫咩 ？My ham。啊，對，變咗叉粿條 my ham 了。叉粿條，等我看意思。叉米粉 ，OK。叉粿條叉米粉 ，OK。แล้ว你去 try 看你做一 setting 安怎賣啊？你係咪數賣嘢嘢咩數冇啊？唔知。我未叉粿條喎，可能叉粿條嘢。แล้วลองสิเป็นแรงหลังล่ะเป็นแรงหลังที่สิงคโปร์ตัวใช่ไหม是แล้วสิลูซี่อันจ้าช่วยเดียวเป็นแรงเขาเกียนเลยสงายตานี้สงายตานี้ดีหุ่นสิตัวสงายตานี้แล้วรู้เนี่ยตัวก๋วยเตี๋ยวเนี่ยก๋วยเตี๋ยวรู้ตัวละชูบีแล้วก็จะว่าก็สกัดที่โถใจเกมแล้วน่ะสิไปขวานี่เราไปขวาชาบีหุ่นชาก๋วยเตี๋ยวนี่ลองไอ้ใส่ขี้的YouTube條去看 YouTube， 伊叉粿條是到邊靚嘅，邊靚得一格呢？我識個病冇意，即係病冇意，是個咖喱點會？花蓮。OK，你當然 try 去吐花瓜誒，就先啊，我能聽得到，如所 output 是掉，特別看你掉，但 input 冇嘅。maybe 你去你 computer setting check 看嘛，就但係有些時候我啲人講，你睇你先，佢個什麼數這個改筆水，按照你先呢嚇，你當用headset 咯 ，Hello， 哇，你用 headset 咯，我唔知我成日教你打Vader講話咧，當佢。哇！你用 headset， 你冇用 headset 看嘢哦，考出來看。我冇用 headset 啦。你冇按？做啥？你知唔知你 connection 就冇好事？你知唔知？呢啲聲？你自己聽唔到嚇？你平時聽 episode 嘅時候聽，即係你自己聲咗。唔知咩事喎？OK，你就去講隻錯咱咪學過啫。有個你隻錯，有隻錯咯。有個你咪秒掉，我咪有個看有隻錯。有個冇地下，個即係呢冇咪掉，你有隻錯冇咪掉。冇啊。對啊。你比較隻錯啦，但係是你普通啦，咱搞隻錯是仲未較搞隻錯，即淡薄本別使成個人看到人咱講愛情嘅，成個講，你說你甲一個人啲拍拖啦，係點樣回啊嘛？你是甲大波拍拖，是甲大波拍拖？嚇？大波？嚇？你甲大波拍拖，是甲大波拍拖未？大波啦？你甲大波拍拖，所以你佢話啲做係驚時，哇！一個看到一個人頭嘅驚鬼，咪就只飲就看，就上就，你看到咪就那燒鬼就，你只錯。哇！應該是對啦，我應該是問講，你隻人頭哦。我係是頭人頭度講成。小刀看啦。對，小刀看 share 啫。特別明明大波未必冇咩上，咱未看。香港個大波，個就是冇，正經大波嘅啦。大波冇聲香港掉。咱 Skype 微博啊嘛 ，Skype 有 Skype 微博一件是走起啊嗬 ，I think。Hello。你咪哈？梗係你咪做咩其他三筆記？七色筆，你會隻錯，呢個隻錯，咱會雜波，佢雜波 perspective 啫。哇！本攞嘅減啊。嘅減啦，你成日講你個就 assume 你個就大波啦，去行啦，แล้วอีตาบ่看就雜波就水嘅話，看就係你隻錯。先嘅減無爽啊，特別本是照看，本是看啦，本是甲看水大波啊。特別你心你成日按照你看伊不看完，係咪？唔會啊。袂啦，要 OK 啦，香港 OK。我是無甲成個伊人，你知個仔樣是個 like 迄種樣嘅 X 嘅小影啊，真流行啊。OK，嚟講陣，安怎？係呢，成個後面本 like
啊，波先你啊拉，迄个啊拉，我問你買拉袂使咩？係啦，只見，特別看啊會倒。你做咩事會倒呢？唔知哦。特別就是唔食錯啦，即是未解釋，你話啥就講，做咩事你都攰啊？是個要學伊嘅等陣嘅很，對唔對？係啦，然後我講你買拉袂使咩？你買拉就咁khó咩？然後伊講無買，講朋友娘買拉，我講你使買拉哦，我真無暑假，你估是叫做哦，無變啊。我叫我先啊。是啊，你看 ，OK， 我講另外一個查某來創業，是我講每另外一個查某。但係咧，我答包有時把你 X 啊，你嘅 X 啊，你查某朋友，還是答包嘅朋友去蘇格伊 X 來伊 X 嘅效應，係咪落嚟隻錯，就將嚟隻錯來講，傾上答包嘅了。我未。根本未隻錯。啊，還未隻錯。即係你鋪幾多斤呢？未啊，你做咩隻錯？你先講你 girlfriend 啊，講你係咪幾箍啊？未記啊？40箍，40箍，佢你有未記啊？40箍啊？40箍，10清，10 US dollar。你40箍講你是講我有講啊，伊暑假郭建華呀，郭建華是明星嘅呀。啊，明星嘅，我真係明星都就係你夾近講。明星嘛啦，有水嘅。冇，伊是真正暑假嘅，反正真正暑假嘅，暑假加唔是，伊是成個 boyfriend girlfriend 反正暑假嘅啫。哦，然後伊搞你鋪嘅時候，伊是叫你名，還是叫公正話？我以前打到你面嘅使哦。嗱，伊叫你名，還是叫伊叫郭建華名？阿華。唔知哦，我係紅哦，我個時代變咗學緊，我變紅人嘅，唔知哦。我係紅嘅，知啊。紅嘅使，紅特別紅嚟。特別你咪紅你咪真係瘦嘅紅嘅咋？係咪瘦係咩做？特別問題是我未瘦哦，我是毒嗰種嘅哦，我嫌做驚人種。你曾經知你佢哋就係不容嘅，知你爸爸嚟。你看個 AV 嘅。不，你今日知唔用？你特別切一半，定可以出去落水隔嚟煎夠啦。對，只係個嘴啫。你個公人，你是乜丟過？我真夠做誒，我成日看我就。無聊啊咯！我日頭叫就插啲佢一下，佢直接佢一嘴。啊！你係想啦，佢700個嘅時都做下看。我就笑你啊！我揀笑到對8個。我講聽啊，你睇咱食雜擺布隆嚇，特別會揾導遊嚇，咱時間食雜擺布隆去味嘛？但你真係成日係學你一條雜擺布隆，你特別夾你頭講咧，刮，就一條嘴，可以接伊導遊嘅味，就是咁做。來，要依個變亂。要食草，因為我就想食雜擺布隆哦，當佢。我就咪一個去萬山，我俾下你白潮鏡，我知哦。我怕是吹無隻白潮鏡，乜人家嚟做你笑啊？白潮鏡是嚟真係咖喱嘅，真係咖喱嘅咧。近呢？你知啊？媽再過來啦，媽再過來，點啊？我煮，你過來。那時我搭韓國，我搭幾貴。特別我到啲韓國嚇少，特別我到啲韓國，我對睇看到伊嘅 roommate 當然冇睇看到伊。housemate 啦 ，roommate 少啊。好看啫。呀，你個幾年？你咪諗住下啦。我未看到你，當佢我未看到你，我冇看到韓國眼到你。我唔知啦，我唔知即係咪試有時。佢再嚟一個。你嘅拍嘅佬。你被硬就被人冇看到你現在水嘛？你都係人看啫。面個水要別啦，我前個比賽人做人看，我用我前個入嚟別咋。係啊嚇。我特別係8個開㗎，都開啊。冇啊，人別多看前個嘛。但 Besta 呢？你就 Besta 別多看前個啊。แล้ว隻草 OK 阿涵冇咩隻草佢，阿涵嘅隻草冇咩隻。搞到人講下，我知道愛拍拖嘅時啊，伊甲我講伊愛去做 escort 咯，我迄時就愛爬伊嘅骹喙啊咯，
哎呦，你啥我？伊讲我要去做，講我談佢拔身呢。是講我嘛是甲伊講，若是查某有精神病啊，我廿60%。誒搞。若是 escort 呢嚇，無去床啊，40。若是查甫呢？查甫呢？有去床啊，互伊80。哦，互伊80。哇！哦，我有伊嘅卡水，我未曉見嘅嘛。如果搞水都未怪，都是搞，人都是搞啊！睇我佢個字啊，冇啦，講真嘅啦，我是無食菜。啊！誒，我明明等陣我係 Skype 下邊嗰隻新嘅車種，新嘅一隻除了啊獨立頭加七色別嗰隻新嘅。好啊。嚇，你明未？我講正線呀，攞3點鐘就正呀。嚇，哆來咪。哆來咪嚟嚇，特晚到啲 Skype。我可能教我俾佢笑了。我做咩事？你到啲你係啱會未接呀？有啊。哦，別佢或者嚟 Skype 嘅 Skype 嘅。咁你就哆來咪嚟佢啦。都你會食草哆來咪？我會少誇啩。少誇啦嚇，特別表見到隻錯事其實是，特人應該是真正，你做咩攰啊？一站冇困，你慢慢變咯。像頭媽阿龍講，阿龍都困啦未？我有一個告訴，你食咩？我有一個告訴，食菜告訴。講。我係扮我硬嘅嘛，你是我硬嘅，佢是我 boyfriend，有一個 quite close 嘅查某嘅朋友咯。啊。and then 一定我食。等下，我只車嚟聲就咩物件人，天當只阿冇疼嘅啥咩物件喎？我食落啲有啊。冇，伊是成個隻抓嘅聲，嚟物件。嗱，係咪嚟啊？你買啊 ？Sorry， 你買啊？我啲做淡薄物件，我抓落嚟。你我抓落嚇，我聽到。你講啥？你講嘅是咩呢？聊係了嚇，一個叫我食頭咯，所以個帶我頭尾查某上來出去啦，去食飯哦。But then after 我人轉來時，我甲伊講一句話咧，我講下一道咧，若是你一個人，你袂使介出去，that's it。哦。因為我還沒數咧，我講叫查某是無對你安怎啊？每啲是 the way 伊講話 ，the way she carry herself， 上加多啲勾引你啊！你看。哦，即係我俾世介紹啊！啊，一個查某來看啦，因為查某是甲了查甫是甲做個 friend，但係無人敢做某嘅人。哦，咁講咯。哦。哦，你看出你看啊，意思耶？伊成做，伊唔是成個簡單嘅朋友，可能啊。呢個 flirt 嚇，香港咯。誒，直接問我，買呢個可能，伊買呢個可能屬假路啊，係咪就對咯？講緊我講，伊無可能屬假路，但係伊會利用你嘅。哦，嚇，伊是用伊查某力嚟貪物件。哎呀，真係花我未除掉咧，都搞我除晒咯，哦，好啦，對教嚇。你都俾聽，哎呀！誒，我每都對迄個線嘅內線之後插佢條插邊款燙未啊？有聲未啊？冇個喎，嘅線，冇個嗰條寫字，冇聲個話。當然，公講未看到佢啊，看到你到底你去食站咪邊啊？徛掉咧，看到你去食站咪邊啊？上結成，然後啊。佢有淡薄人講嘅嘛，淡薄人講佢哋特別唔是講特行食錯本事唔對嘅，有咧食錯是成個 defense mechanism 嚟。你成日學你係講即係有時你 feel 到你看到俾佢露手人得做，特別我唔明佢淡薄啊七色別講嘅嘛，成個迄個是啊，我知迄個是冇等等嘅位來聲啦，冇等等你看咩？
我話你大看到一個報曉，伊到底 post 到唔知 Facebook post 什麼鬼？我聽到佢咪你個 mute 你聲，還是你咪放出聲？然後等陣睇琴日，我俾每個人就是點樣講，伊個 face 佢就別講嘅就卡去 like 你 X 嘅物件，效應係咩？讓出去隻錯。即係隻錯咧？咁咪聽下啦，就做 A 隻錯，唔是做咩數，就做 A 隻錯。就隻錯，嚟講。嚟，直接嚟講啦，嚟阿韓別啦，阿韓。但係講你，是我都唔知，多一個查某是伊個 X。你本來都冇興趣去知。誒，你用電話還是找我看？伊用電話。啊，Hello，對啦，差別分對啦呀，差幾條咧？差別分差幾條？電話。電話歡迎。Hello，咱每人啊，一人，你電話係換一個看到咱兩人面咩？哦 ，OK。哎呀，特別遠嚟去喎。我係知道。喂。真係喂。Dạ. Chưa? Bạn chưa có từ bài này. Từ bài này à? Cái này就只能講，你兩我那個天狼戰嘅話啦冇，你我每兩啊，你兩其實聽到平福建嘅，就成聽起。哦 ，OK， 幾年？幾多年前啊？幾多年前嗬？我困了，我咩啥嘅冚開個了困了咯，แล้ว後尾我聽到伊度喺邊啊嗬，我唔知潮還是口還是含面，我唔知，我想還是。你是講你到底差你打咩方面空氣真係差別遠？你唔知是口還是含面啊？我唔知潮還是口還是含面還是學幾 possess 咗，都下條。每啊，แล้วก่อน來是聽用earphone聽了，แล้ว弟弟聽弟弟笑，弟弟聽弟弟笑。嗰時差別遠成聽到啦。差別遠人都隨掉。我古早嗬，正4年前咧，我就有吹到咧，了過後我就未記起了，了差不多2年前嗬，我係一個朋友嗬，伊名阿曉嘅嗬，伊話你聽到 live stream 嘅，伊就講起，了我就個仔嘢實嚟聽到對咯。哦，阿曉感謝你啊，阿曉介紹差別遠，阿曉聽到啦很屌。แล้วโอเคคิดแล้วรู้ต่อไปนั้นสิต่อสมัยตอนนี้นะบีฮุนเนี่ยสิต่อฟ้าลิ้นบ่ว่าสิสมัยตอนนี้ล่ะแล้วชักไปเดียวสิเป็นยังไงแล้วเราอันจะบัดเดียวได้มื้อหัวใจไอ้จริงตอนที่จะรอบัน3นี่บัดเดียวตัวจะรัดติ้งไอ้เว้ยวันคีย์บอลไอ้กี้อ่ะคีย์บอลเตี้ย叫下你 help 下你 Turtle Sanctuary 啊！哦，你比啊！叫你比女，太貴唔知啊？太貴啊！哇係啊，你會帶 headphone 咯？headphone。你我聽未清楚嚇？我聽到 echo。哦 ，OK， 等陣下我猜 headphone 陣下。你 computer 特別俾佢線嚟啊！阿姐有困擾 Hello。呀，咁。聽。當我 share。嚇。你咪時間點？嚇。我會讓當見攞銀包做隻嘛，每個人亂搞隻，亂只係搞隻錯落人。差幾條？古早嗬，我食錯咯。因為伊正suka 伊 computer game 嘅嘛，所以伊正寶貝 computer 嘅咯。然後伊就叫伊 computer darling 咯，然後我就冇夾玩咯，然後你叫我 computer number 1啦，冇第二啊。係咯。Actually 我當根本自己有 computer 嘅習慣。你停落嚟啊！因為啱嘅時候咧，停嚟問題，哇咧，安尼好啊，你硬咯話。
是咯。應該我人聽了，安尼古早往古早實聽吼，了往到頭一出，聽到尾了，不如該來再攏講。啊，咪你講你自己聽點哪古 episode 聽個了啊？頭一出聽個了。哇 ！Oh my god，咱做在聽啊？是咯，往大咩愛困之前聽。哦，你這出你聽了啊？你這出600個出啊？啊，那往聽哪裡啊？Oh my god！ 哇，咁樣咁大，我對不到看到嗰時要上到米糊啊！真。OK 啊，我是該食米糊好食。我頂住我 before 對嚟時咪是去食，我麻麻嗰個食米糊，我帶餅嘅米糊好食，油，該胖。啊，我講對，你600幾出，我講聽，我當今日你去 archive 掉我嘅舊嘅。file 㗎啦，你because 我做10幾年啊，我嘅 episode 一隻我燒化，因為你我特別 upload 去我嘅即 backup 嘅 server 到啲 cloud 入面啦，然後我哋 upload 掉去 Google 嘅 Drive， 然後我除掉係有3個 episode point 1 point 2 point 3 episode， that means before 頭一個 episode。第3 episode， 因為每個人大嘅，隔了聽講，有人有興趣要聽，啊是你有興趣要聽，咁我使去 download 你發，然後佢放到對成個你 special bonus episode 是，定到個早頭一出，第3出，你 test show 嚟啦，我係你 pilot episode 先，但是當有興趣你甲我講，人真有興趣聽，冇啦，那是你放我咪聽咯，係啦，愛聽啦，啊咩嘅？冇夠料嘅時咪放咯，冇夠料是放哈 ，OK， 使本我燒掉 backup 嗬，安尼我下禮拜冇放，我下禮拜放。OK， 那我聽應該是真正無想，我那啦啥頭我是 test show， 我家己只一年，安尼一年我唔捌一放來聽過咗。然後你 episode 是無嘅，我 after 我 test 過嘅時候，我就把它燒起來。迄時我係 trial test 看，我係 continuously 做呢 show 了，伊 show 嘅 format 是安怎，所以我 test 係3出咗3禮拜。但是啲你小紅咯，小紅啊，佢以往朋友3人講嘅咯，當今我朋友呢最近嘅啊，當今佢世界冇朋友啊。特別好，我當然冇得有。OK， 你講到隻錯，講到呢隻錯。咱會食錯人家食錯配女，食錯配女。食錯配 French fry。哦，成個係你食 fish and chips 是嘅嚇。咖喱嘅 French fry 啊，哇，好食哦。呀，配錯呢？點錯是深深嗰啲。你啦，你係淡薄配個 kiki 啊。要我個樣呢？你哋衰啊！嗰啲是饅頭嘅，樣係真嘅饅頭，饅頭啦，然後係錯好料。哦，係咪都係煎嘅㗎？呢是溫錯。對。哦，呢個錯係咩錯？你講下啫。呢錯陣間會係全部看，全部chili flake 咁嚟，然後要尋個豬肝。依普通嘅錯咧，普通我錯啊，可能尋 chili flake 啊，個尋全部你嗰啲醬啊，真係好食。你饅頭類真好食。意思你是叫咩個豬肝肉是一個？我頭擺聽你 cooking show 講是叫個豬肝肉，個豬肝肉是黃椒粉啊，黃椒，Korea 黃椒粉，黃椒 flakes。然後你醬是咩？伊個醬是迄個有黃椒嘅醬，迄個等唔是豆醬噶，還是伊個黃椒嘅醬。錯。普通Korea 黃椒醬。Korea 係講你黃椒，成日食你 bibimbap 嘅時啲 sauce 咧。對。我嘅腰呢？我嘅腰，想食 Korean food， 我看落雨食 Korean food。我就食啊！特別我講就係咩啊？我都唔想食喺度。定住時我到啲 office 位啊，我到啲 meeting 就話啊，不得要10點幾啊，就去不得要嗬，然後。我放你 video 看你 sample video 看到 sushi 哦，未當啊！你哋想要食 sushi 哦？但係實在咁半，唔知未到12點先出去食咯。我死啊！我真牛咧，我就看到一隻，我就是想掉咧，當今我嘅時候食 Korean food 咯。
你啊，攏看你啊，後點屙去，伊就是困去啊。咁有靠，困呀，冚開困呀。啊，冚開困咧。OK，來，我已經3點蚊咗。到嚟。嗰啲3點半咧。哦。3點半。了。Hi John，我早晨啊嚇。Thank you。我找我朋友講亂。OK， 八節錄過嚟就嘛。啊，講歡喜啊，一齊嗰度 chat 嘅 ，thank you，拜拜，拜拜，拜。了個OK，講到啲食菜，咱當然講到啲 literally 食菜，但係咱講我哋食饅頭點菜，你講用菜做。你使講用菜做。啊，用菜煮嘅係咩？杜卡菜，咱就是食杜卡菜。我暑假咯 ，Oh my god！ 我嘅暑假啦，當然我嘅樣咯，我對邊嚟笑啊？我真暑假之後，我食佢自己嘅黏面湯。我暑假杜卡無暑假炒，暑假 normal 杜卡。哦，你豆油嘅豆油嘅。啊！我暑假就杜卡炒咯，杜卡炒咧有乜事喎？依杜卡咧咪是油咯，然後你整一配炒碎碎，然後呢一 cut 一 fat 啊，sedap gila. Long 住想冇時間就讀卡炒。我冇咩時間食，骨頭阿閒冇咩時間食。你一住個，大媽住講出聲係住。我是講啊，因為讀卡有啲成日煮啊，無夠軟嘅，無夠啊，一般就成日整轉翻呢。我冇時間係轉。睇你好椒轉咧。因為我不是嗰隻轉，我是嗰特別嫩咁樣。我都是嗰隻一配轉嘅好了。哦，韓國咧杜卡咪是轉呢杜卡。這是中國人煮嘅，中國人嗰隻market入邊賣嘅咧是中國人煮嘅。然後下款嘅杜卡咧是講，樣煮啊 OK 啊，我感覺啲嘢有Chinese herbal 然後面味啊，然後差唔多炒啊。然後 OK 啊，我感覺到特別嘢樣煮啊，像即 Chinese 煮嘅呢，中國人煮嘅呢個是，就係講無夠潤啊，樣正這邊可能已經煮啊無夠潤，還是像講我去中國無夠軟啊，伊無夠軟，然後像講伊幾頭潤咧嗬，咧搞嘅時咯，伊袂對嘅嚇，我冇對。我去講，我把食過一道本，我叫伊係咧就爆呢個，特別我冇試過，我試過係咧就是講你索者嚇，伊骨露出嚟嘅了，伊油伊白嘅啦，呼死命了，我有啊，下塊女咧感覺到哇，伊juice 嘅啦走出嚟，伊成個伊 collagen 嘅啦，哦 ，Oh my god，係變 any good。嗱，我就是真係見食，我嗰時間食幾卡醋。有嘅面嗰陣時間食，那是講我那是條客嚟得，後是真係正常。特別老官講冇唔是喎，食油冇特別講是條客嚟得。冇，啊你雞卵啊，有幾買食女精嗰隻。因為我食咗3粒呢。我買咗3粒。特別我當然要食，我當然要食。我教我老公講，我就是講食油嘅物件數，所以你別得食看，我係無先味道嘅，先你可以見味道嘅。嗰係物件食係物件菜，講啊。好似四川。NV 嘅切。一人講，大媽直接講，頭一個是阿 boy 講啊。好似。好似對哦，yes。對，當然冇去肯食啊，好似啊。好似想喺條 band 咧嗬，嘅好似啊，即係嘅好似我不知啊，嘅係 plastic，食 plastic，肯定食個凳好嚇，然後下好似咯，有陣時當金做好似啊，冇成，唔是係好似，是係隻煎飯咯，煎對，一隻羹啊呢，然後煎飯一下，我錯咯，我特別嚟食咯，我錯都係配入面㗎，你試飯就斜飯就，你試我嚟，唔係講我乜都有嘅呢。我乜事啊！我講緊個屎啊！我個鼻屎啊！我馬仔嗰度睇先知啊！我當然個鼻睇知啊！我正冇肯食呢，佢哋正冇得有。你你個卡碗咯，卡碗你知啊？咪卡碗，我邊嘅暗物件㗎啦！喲，錯晒咩啊？隻 fish and chips 上咧係錯。
Salt and vinegar chips。啊，你講咩 vinegar 啊 ？salt and vinegar， 點解我suka？Yo black pepper salt and vinegar， yo kettle cook。Oh my god！ 當人真係食。Red Rock Deli。係咩物件 ？Red Rock Deli 是一個 potato chip 嘅飄來，伊是 Australia。Australia。貴哦，迄個。啊，我第一suka 就是伊個 sea salt and balsamic vinegar 真正好食 ，but then 干那 Australia 有攤邊呢？咧。係咪？Han當兼 Woolworths 幫嘅，你記咩？哦，OK， stop up。Australia 上是有兩款嘅，係你嘅，你唔驚係咩啊？嘅一罐呢？嚇 ？Vegemite。媽咪啊 ，Vegemite 媽。我想 Vegemite。我第一suka Vegemite。我冇想。Vegemite 同媽咪唔像嘅 ，Vegemite 有淡薄惡膠嘅味嘅。哦。媽咪是未吸糊吧咪？媽咪是伊個意思，伊個表嘅意思，伊個。Vegemite 咧 ，Vegemite 係咪是唔像？Vegemite 是相款，特別伊個味道是較像惡膠。你咩是意思比較重？啊，唔知啊。我suka Vegemite， 我suka 是食係你咯，成日多แล้ว是你抹隻嘅 butter 咧，都過到啲 Vegemite 到啲對面隻。了解。我發現係梅地好食。啊，梅好食，對，攪㗎啦，係你梅。啊，我時陣看到哇，你快食講嚇。吉利啊！吉利哦。好食，我是咁咧。成日我食頭時我食係你我食你菠菜色嘅類啊，湯菠菜色嘅類。然後我看到我係豆油就出驚。我嗰時我成日食豆油，我冇係有係豆油。有，你講係咪叫菜個？菜即係咩嘅？四川啊，四川啊！妖亂喎，唔係亂。四川咯，係咪咩嘅？意思四川湯咯，酸辣湯。麻辣火鍋係菜咩？即講起嚟啊，菜物件煮個攞係菜就好了。但係依陣可以嘅 freshen 啲味，個 freshen 啲味咯。雜波咧就當啲 N 別七色別㗎咩啊？有咩啊？七色別㗎。我諗頭。有隻哆來咪，我叫佢叮當釘我頭腦是叫叮當釘。你唔是哆來咪，係叮當釘，我是哆來咪啦。哆來咪啦。哆來咪。哆來咪，咁你講咩事？有timun si cha。哦，係kerabu呢，kerabu timun。有以前 appetizer 嗰時你睇嘅，係你 radish 係timun好食。哦。哇！你講到菜，我是想食你把油肥肥，一看就想到timun。我係嘥錢。timun 係錯啊！我是用嗰啲嚟炒嘅喎。而嚟四頭卡物件啦。嚟講下兩隻四頭卡。頭條好用嘅嘛，你白菜啦。你幫我嘅頭卡那是油嚟講係菜只咩個白個 OK 了喎，清氣了喎。哦，你用白菜先啦，你唔是用嗰啲煮嗰啲獨家菜湯嘅。冇啦，即係咧，YouTube 裏面有解嘛，成講都係菜係baking soda。哦，你食咩就食清氣嘅，你係攞嚟整清氣嘅咯。我想食咩就食，食咩就食。而家我夾白菜嚟煎，我背頭面。我嚟講，你依個紅毛嘅 poached egg 嘛是愛係淡薄菜嘅 egg white 開始。對。了，未有菜味嘅咩嘢？哎呀，有人係受者，我冇是介意 poached egg 有菜。特別 actually 當然新嘅 method 做 poached egg 嘅話，是用嗰啲 sous vide machine 做嘅啊。所以係咧，即係粒plastic bag cling wrap 啊。係你做喺 poached egg 出嚟水嘅，你識特別你識割自己係 saran wrap 嗰啲 plastic wrap。是啊。แล้วก็ทำยังไงวะก็ทำว่าจะสุกจะ菜喎，我唔是教我สุกจะ菜。
我suka 食 vinegar，唔是 suka jealous。我 suka 食絲雞肉，脆咧嗬，脆過咧是你倒錯啲嘅絲，佢夾名，咧是嘛就去食，又嚟脆。我冇食過喲。唔喂，以前可能你是食你成日甜嘅菜咯，成日你日本奶啊，米林。啊，係你日本奶菜是係你啲菜。唔即係以前菜咧甜就對啦，但是冇甜咁你使係菜啦，你使嘅係糖咯，你嘅去脆你嘅咯，我佢就是脆雞腿啦，雞腿浸皮浸骨嘅啦，要嘅去脆啊，深鹽學做款嘅醬啦，你嗌醬片，一嘅去脆食嘅時候，咪時成日食撚出嚟啊，但係你買係時食，你係倒嘅菜啊，倒菜落去。到錯落去，差唔多要佔咗呢幾百個了，一路嘅笑，你嘛就炸起攰一夾節嘅時候，你咪夾節咪使得下波啊，咪咪使，特別你夾節咧嗬，依熟依菜面之前入面，真正好食誒，真係冇人知啊！哦，我會 try 呢個 recipe 看。哎喲，好食咯！一隻菜菲律賓嘅物件嘛，真好食咯，佢咯。係咩嘢？菲律賓隻啊！對咯，所以我就係 adobo 啊嚇。啊！都講是浙江雞係錯呢。係啦，浙江雞係錯呢。我就買咩物件係錯 ？adobo 啊 ，chicken adobo。我特別是講你，即係咪是康豆油啊？依 chicken 你 pork 嘅 adobo 咯 ，pork 嘅 adobo 我是講康豆油咪係錯咯。哦。對，咧嗰個係啲sinigang，特別係 sinigang 唔是係錯係咁菜。你講是你成個鹹菜湯嗰啦，我個椒。你諗我有一款物件嚇，成個菜杯啊！你看到喎，了是白喎，了係淡薄錯，了是芥菜，係 broccoli， 係牛白，有個杜白喎，係咩物件？十人係落去嘅了。伊人係菜杯來啦，哎呦，我去悉尼嘅時候，我食兩頓喎，結尾嘅迄個物件，我係結尾背嘅去 microwave 叮哦，我心內面想，哎呀，我做咩事？我除我搭波皮，要除個眼睛看看呵。我點解？誒，你每我就電話是是你講。唔知啊，未記啊。你每名嚇，每個你嘅菜杯是咪就是你講？我是個食咯。OK，來講物件冇咪掉。咩數？是個食錯物件。我就食我媽煮嘅杜卡炒。杜卡炒你用咩炒咯咋？食好似嗰種嘅炒啊。冇香嘅小姐。你是冇香？即係煮你杜卡炒啊，我炒加對你杜卡炒啊，你天丁醋啊，冇香嘅哦。啲嘢，你杜卡炒是啲嘢，你使嘅，你使用你揼布咧，先係湯。你每啲麻煩，杜卡炒煮杜卡炒加你就好似炒香哦。我把佢真係講。冇真嘅。特別我媽咪伊煮哩又睇迄個乜嘢，迄個乜嘢。杜刀。咩？鸭湯。哦，別怪啦，你嘅未必都係你平常時炒都係你古林辣嘅啫嘅。鴨湯古林辣嘅，要好料咯。你伊無成個把烤人嘅湯姐姐無。我結誒。花淡大結。喲，好料，特別嗬，你有時只杜蘭咯，只個嚟我冇夠食，喲，我唔會嗰隻，特別伊是結誒，伊唔是成講係你清清，如果靠你俾你吞只字湯嘅，伊是清清嘅，我係麻豬嘅本是結誒。結你嘅好食啊！搞啊，泵雪嘅我不嬲係泵雪嘅。我見咗咯 ，OK， 嗱嗰次會講過下，冇講掉誒，講到隻菜面嘅。我笑打啊，我咧就冇正啊，冇看過人過人，過咧是俾邊度講？講你發生過佢冇人講啊喎，同 internet 就是較好嘅啊。定當時個集50 meg 啊 complain 咯，當見冇啊，當貴咗50 meg。嚇？大貴。
嚇？係咪青山咧會困咧？你講？冇，因為當今時陣佢3點啊嘛，愛聽嘅人愛接嘅人都困了。冇，我是講你 download 嚟發啦，平時 download 嚟發50 Mbps 人就 complain 了。米刷鍋咧，有人食過有米刷鍋。米刷鍋啊，米刷鍋有啊，我係錯本身係錯嘅嘛。啊，對。亂咁講米刷鍋。你不知你去聽住隻 episode， 你就知講你係咪問題啊？你 try 看你。唔知啊，我當見看飛我們換啥嚟啊，本來係咪報本冇？是咪你 connection 嘅事啊？我是我感覺有平時我特別數，我去換另外一個電話去嘅呀。啊，好，去買隻新嘅電話。買 OPPO。冇啊，新嘅電話有呀嘛。啊，新嘅電話唔買啊？買 iPhone 嚟。iPhone 我不得佢啊 ！Tapi kadang yang di situ problem masih fungsi. Lu落嚟本身咧 problem 你接落嚟本身咧。係咩？你唔知咧，特別接落嚟本身咧，是講last few months 較正啦，淡薄。一單位較正啦。啊！以前咧早點一點就你咯，你講話事，你去聽。那所以啊，拍攝。但係呢 robot 啊，你時不過跑過來咁參加，不能。但係我其他啲款，另外一個款咧係了。嚇？係咪你講句？我記另外一個款，我得啲啦，當然是我結果 test 嘅。我俾做啲 sound effects 咧，我除掉。係喎，係咪嘅？冇。我是係咪得？慢隻。嚇。我好像想到嗰一行錯。嚇咩？蒜蓉錯。哎呦，我唔知係咩嚟喎。你食撈麵。啊，對，你蒜頭錯。我們是個食，這是剛剛的意思啊，那冇咧我。安尼我一下，冇。เนี่ยอันนี้我一下睇下ทำบ่ได้ทำบ่คัด4個啦คัด3個但我查佢不像อันนี้ maybe 先冇這就冇你是真錯啊อันนี้我一下就ทำบ่一個嗶嗶過嚟 OK 當個佢講我隨佢上的 face 對，慢慢蒜頭錯啦，蒜頭錯嚇，你講食糯米。對。我知道冇食到好食糯米，我食到糯豆糯米，冇必半。我只知道。都食乜嘢？鍋貼就係咯，就係鍋貼。啊？鍋貼，哈！對，又係錯，又係。係叫咧都氹嚟本嚟食。哦，嗰個咧小籠包。小籠包啊！你唔係關湯包咩？我講翻叫關湯包。湯包。啊，湯包對，但乜就是講鍋貼。我講。我特擺食呢物件時候，我直直叫人夾，互我夾解人腐爛。怎麼你講嘅是？是哆來咪。叮當叮。伊人好攞淡薄呢，咱食無夠啊，咱叫幾啊？咱是不是可以定太多嘅？我攞是根本是香誒，又叫而家係攞地，阿妹係攞淡薄呢。哦，你計講啊，你世界直講好啊，錯。你要背嘅時候都3粒嗬，好多辣味嘅哦。啊？伊唔是切絲嘅咩？切絲啦，係咪俾成辣條？我辣條呢後面啊？喵嘅俾絲啊！得落位面成日可能啊？得位面上嘅嘛？我同佢時候我個時候就四川菜，哎呀唔知係食咩啊，當叫不多有。你四川菜我這邊真濟哦。呀，我政府有啊，唔講只隻就必未買。你講只？我今日佢哋 USA 嗰啲我哋中國料理好像唔是正正嘅，可能。你看你去到去食咯，你就是叫你去食咧 American Chinese 啊，actually 我食嘅就 American Chinese food 嚟。我看成唔是正正咧喎。即是對中國人咪唔是正咯，對
美國啦，我是特別你點你可能特別我是本是伊是唔是 Chinese original Chinese recipe 特別伊是 rooted from Chinese recipe 啦，所以伊有成個對掉淡薄嘅鹹，係啊，成個咧骷髏肉啊，變做伊嘅 General Tso's chicken 啊，嗰啲伊有淡薄。骷髏肉唔係sauer咩？啊？冇你骷髏肉是sweet and sour 啊，sweet and sour pork 啊。哇！掉京都骨是伊煎鬼啊，總是煎鬼吧？你係就掉京都，你即係sour 較像啊。骷髏油，誒，我個豬冇就骷髏油，講起我唔知啊。你啊，亂啊，我識啊，了係哎呦，我講我紅心小椒面金錢豆腐，紅心小椒哦，你豆腐啊，哎呦，我睇一間 restaurant 攤食，特別真貴啊！我請到半點鐘，我嘅特別我點攤食，香港嘅。我上次未必我強名字啊，落去咩事？我梗係冇攝落咧，後尾就除你超機嘅事都是冇。我只 question 啊，超機就冇問啦。OK，對小大聲啊，攞個就嚟聽我講 handphone 嘅即係我哋啊，你估知？你這禮拜咧特別嘅邊咧咁時咧，就是貴鼻水咯，咁時貴鼻水，貴鼻水點啊？冇聽啊 ？Maybe 貴鼻水嘢就水啊！怪味水海聲啦，看啦，怪味水感謝，我特別嘅。係啊，等我猜11號咯，會記11號是怪味水嘅 sound effect 啊。講，我是老爸未記上個怪味水嘅聲，上面一直11號。這是上一代咧，150千嘅會講報告咧。唔嘅咩？150千嘅，你講係咩？就你大咧 club 嗰啲啊。哦，你報告。咩？接受榜。哦，你個另外，你車站咩是另外？車站咩叫咩嚇？車站咩？我有另外一個 fact 本嚟。哈哈。呢啲又是 plate 啦。哎呦，等陣特別嘅咩是介紹，阿漢介紹就係特別嘅邊。我嚇！嗱喺我做工啫，愛笑你喎，搞到做工。我那就攤類似笑咯，我攤類似我都盤咯。嚇，即是個號板啊，呢個白經好事啊，8個塊啊，呢個入個白經搞笑攝者諗住，這是去啊。Stesen Kimmiku ปัตตาตันจมูกง่ายปัตตาลอง做เลยMRT LRT 去邊個時嘅ตันจมูกง่าย站名特別叫做 Kimmiku 是我嘅站 in honor of 我是叫做 Kimmiku Stesen Kimmiku 然後我嚟特別今日嚟介紹就係貴鼻水啦，但係我睇咗貴鼻水11號有時我見貴鼻水唔到計記，你一個有普吉羅君啦，咁時候咧阿龍困起咯，你一個有阿漢啦，你一個有澳洲阿 boy 啊，你一個茶米粉個茶粿條啊，茶更高，茶粿條去背食嘢啊，去背食。好啦，依個兜佢超溜啊，咁你背就見咯。แล้วสิแล้วก็บ่มีเดียว咯咁就บ่มีเดียวสิก็จะมาตุกะชออยากกินนะไม่ให้กูลำละก็เก่าก็สิโหแล้วตาตุกะชอแล้วก็ตอนที่ Skype ฮับเป็นไง老椒บ่ตัวรับเท้าบ่講掉特別ตัวรับเท้าก็จะชอที่อันมีไงชอนี่是講咩ชอbalsamic vinegar 我唔是講 balsamic vinegar，balsamic vinegar for vinaigrette，而且烏龍啲。烏龍啲好正嘅。啊，無論係 salad。係 salad 嚇 balsamic vinegar 加即係olive oil。OK， แล้วก็有內線椒，我諗嗰隻線椒，你諗嗰隻淡仔走起了，個有咧，你冇等走起啊嘛。แล้ว香港。
大姑啦，我嚟講有個唔是咧。我曉歌，對，走起來曉歌。แล้วก็有七色筆，感謝七色筆。Hello。แล้วก็感謝。個哆來咪。哇！這人咯，就老咗，你啷當然燒掉，啷安怎 connect 下，啷個 maintain 到咧 connection。Skype 嘅人免 reconnect，特別YouTube 嘅人，有時啷會來過去即新嘅 topic，也是秋電嘅。我秋電是有人 request 咧，要廿隻十幾條 question，我問人。OK， 感謝各位嘅收聽，再見，拜拜。哎呦，我看愛困呀！我看有。OK， 來，佢落了對細去食，阿明對細去困啊。讓 continue 我會困啊，我正試緊啊。OK， 感謝。你咪講手機啊 ，Samsung， 哎呦，這一口呢手機，哎呦，爆炸啊！後尾我講我好多成功，韓國人特別代表就係買 Samsung。OK， 來，我琴日。佢แล้ว嗱時講到定住你咪俾幾看咧 episode 就正看，嗱時你咪俾subscribe 你但係正經係講你訂你正啊，就你 remind 我 live show 時就講啦，有幾俾 T-shirt 俾了，到時了咧，啷佢就慳情咗啲 T-shirt 啊，到時俾你慳嘅，OK，今次拜拜。